炸鸡哥。这里有好吃的家乡味，香到你心趴。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城市的美食，这个城市的精华。这里有璀璨的非遗，告诉你华流才是顶流。它的国家标准是头发的1/10，所以云锦又叫做寸锦寸金。这里有泪目的寻亲故事，让你拨开云雾见真相。谢谢领导。自己的亲人啊，在台湾想要的把他接回来，魂归故土。这里有甜蜜的两岸 CP， 一边搞事业，一边撒糖，见证我的成长，见证我的家庭在这个地方生长的一个幸福跟自由。青春不设限，交流不停歇，让我们在自媒体天地共赴一场走心之约，自在两岸，美好同行。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6月15号，敬请期待。